我是评审，我一定满分，对。你说了算吗，罗哥？不算啊，不算。有。山沟川川，两百摸了之后，他太大了，有人头青苔。你这么乖，你做你乖摸诶，你乖你即刻跳咯，跳完胎。山沟流马冲啊，心无开哟，无冲过的心脏，闹热大擂台，闹热強下來。好，當然聽呢禮拜10強嘅天賽啦。唔錯。係啊，嚇，上禮拜已經有6位已經比踢了嚇，呢個禮拜還有6位嘅參賽朋友，所以總共12位。哦，7踢2位。10強嘅天賽比賽規則，大沙縣屬演唱藝術高嘅分數清高嘅前10名就做得過關，係講評分具有200嘅分數來做比較。今本嘢評審先生有葉家超先生、7位先生、74位先生、總飛先生 ，TV 你最緊張誒，他就第一個嘞。對，替他捏把冷汗。捏把冷汗，王心怡帶來韓歌。來，彈看啦。比过东啊西啊，比过天地，比的安求到了比的爱眼底。不管行北行南，行到哪里去，行的路无卡最上爱转去。比过东啊西啊，都是个给你比的安。到了你的愛眼底，不管行啊行到哪裡，不可永遠的心獨立。比過東啊西啊，比過天地，比的愛求到了你的愛眼底，不過行北行南。到哪裡去？行的路無卡最上愛轉去。比過東啊西啊，都是個給你，比的愛眼到了你的愛眼底。不管行啊行到哪裡，不可永遠的心獨立。不管行啊行到哪裡，不可永遠的心獨立。啊，心宇。对了，没關係的，反正有這條路有韓歌就好了。沒關係了，還有黃志佳嘛。對，黃志佳在殿後，沒關係。對，唔會啦。有唔記得嗎？歌詞？冇啦，係啦，就應該沒有問題的。
点点的小失误而已。至少它的外形一定就加分了嘛，那个是台风嘛，对不对？有吗？啊，有吗？真的有吗？有。如果我是评审，一定这样，一定满分，对，你说了算吗，罗哥？不算啊，不算。你已经来不及影响评审了，这应该在他上来之前说的。对啊，是啊。哎，但听说妈妈好像也要来比赛。是啊，我有时候要帮他报名了，他不敢。哦，他怕他说如果被大家认出来怎么办？他怕他会红了怎么办？哦，对，因为我在家里练歌的时候，在厕所在房间嘛，他很常听，然后就发现他怎么自己在哼起来了这样。我说你唱歌也不错啊，我帮你报名这样。他不要，怕被人家认出来。我跟你讲，女人说不要就是要，对，所以我就不要问他，黄妈妈直接帮他报了。黄妈妈，黄妈等你哦，然后约到你可以，狼就667狼哦，等你好啊。OK，真的会非常欢迎啊！非常欢迎你们，对，一定要来。而且是没有年龄限制啊，爱唱歌都可以来。对，可以。等女儿被打掉，不是女儿过关以后哈，女儿过关以后，下一季可以报名。海龟，好啦，冲得了，听评审讲评了，唱嘎修。黄妈妈，拜托你一定要来哈！对呀，一定要。实在讲，因为你要特别来证明一下，女儿忘词不是遗传。可能是，原来是你妈害你的。我实在讲，金妹她真的唱的是不错的，共鸣啊什么各方面小地方都做得不错。还有一点，她在第二遍的时候，就是副歌的第二遍的时候，气氛都掌握得很好。我特别喜欢我要鼓励大家冲国歌就要放松。那尤其是像他弹得出来，他感冒了，今天声音鼻音很重。不过还很努力在唱，所以这部分我有帮他加分数，因为我觉得这个精神真的是很棒。然后到后面我又被他吓一跳，他有一个字掉了，唱错了。我也吓一跳。对，真的有，真的有唱错。那个等于算是第一遍副歌的，比如按 Z 那个地方你唱按 Q， 对，所以我是觉得那相同的歌词啦，不过还是要扣分来对公平的。但是因为他今天的分数真的不错，还感觉说一直看到他不断在进步我是很鼓励你再继续努力，好不好？尤其客家歌，我觉得你可以唱出一个很特别的客家甜心的味道，你会给嗓很轻低频。他的声音柔软，然后宽厚，可以唱出另外一个味道，就是哈嘎国里面的，尤其是流行歌曲里面的另外一种很沉稳，让人心情很平静的味道。这点是我寄望于你的，好不好？客家界的漂亮宝贝，而且让它看起来就是你知道疗愈系的。你看台语以前有没有？台语界有一个漂亮宝贝，王瑞霞自称漂亮宝贝。自称这2个字好得罪人不是，你怎么可以对自己公司的？对，他还跟你一起那个对峙我还是他们的总监才糟糕。真的是，就是因为跟他太熟了，我才敢这样讲。对，好。所以继续加油，好，现在真的加油，好不好？好，我就看一下几个分数哈，我看一下冯行一个分数。你这个是某窗唔超一般，你至少就96分了，你就一个扣1分就对啊。这努力，加油啦！好，大宋了，真的还不错啦，真的，好吧？客家漂亮宝贝就靠你了，好吧？加油！谢谢，这样我后继就有人了。不是吗，罗哥？好了，韩一 V。陈快水带来结束。摇
苦在天顺风，烟烟梦遥欠生涯，生活总有不易，中下是忍耐去，沿路无限街路，不思行，有爱肯定你。天寒也人痴，有你的温暖。岁月空无情，有你来作伴。牵你的脚步，行千里路，为爱千丝中。万般愁，艰难也可渡，不怕前行有万苦，牵你的脚步，行万里路，不惊跌落风自命思苦，是用尽烦恼，艰难也幸福，因为爱的你，今生的缘数。牵你的脚步，行千里路，为爱千丝中路过天赋，总有万般愁，艰难也幸福，不怕前行有万苦，牵你的脚步，行万里路，不惊跌落。风曾已思苦，是用尽烦恼，艰难也幸福，因为爱的你，今生的天数。哎，可是你好，哎，我姐好，令大家敬佩的一位挑战者了。真的，对，真的，哎呦，现在也开始追求流行了，与时俱进呢，对对，要好玩呐，开始玩抖音了。对，然后以前都觉得有偶包在，就不敢觉得这样好像很丑，很丑是不是？对，越丑人家越爱。对，我觉得现在好像不一样，现在好像你。越真实，不一样，越搞怪，越自然，对啊，大家越喜欢。你是怎么就是自己录影唱歌？就是抖音它都有很多对嘴的一些影片，你可以去玩，对，然后就跟着它对。哦，然后做很夸张的表情，对。哦，有吗？有，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是。还蛮有趣的，很好笑。短短的啊，对，然后就要吸引大家的注意，这样子。对。哦，你自己看会害羞吗？不会，蛮好的，我一直看，后来播到脸书，反应还蛮好的。哦，反应都清楚了。你是为什么想要用作怪的方式？没有，就看那个抖音比较正常的，没有人看，然后想用这个反差一下，反差萌。就之前有偶包啦，就不敢这样子。他突然发现自己不是偶像了，就没有。不过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自己再放一点。也是。对，不然就是可能以前我都是那种乖乖牌，很拘束那种。对。哎呀，你不要说你，其实我都想自己玩了。真的，你不是已经玩了吗？
我那个是YouTube 已经做了吗 YouTube 那不务正业啊，有没有看？有啊，有啊，好笑啊，好笑啊，好玩啊，短短的。哎，其实这个 TikTok 这可以玩一下。对对对，又短。对呀，短短的。太几个，其实大家没有那么多时间看很长的影片。对呀，对，很棒很棒。好，加油加油加油！好，来，冲太的那边欣赏的公平来。基本嘅我講嘅係可能因為也後年有創傷。我所講，你反而會回頭來特別的去注意你發聲的方式。這個 key 我相信唔係你笨蛋衝的 key， 但是我告訴你，這個 key 有那個音色，在你來講有多好聽嗎？那個中低頻是非常穩的。我們4位老師在研究講，我怎麼發現陳凱瑞唱這個音域是非常好聽的？你反而得到了一個很不同新的音色。所以我常說，不是一定要飆高音就適合你，你反而飆高音反而不穩。咁你可能因為氣嘅關係，有點冇馬腳有團體的地方，我覺得瑕不掩瑜。有幾個地方你唱得非常好，甜緩壓朗清，有你嘅溫暖，你知道那個溫暖是你唱到把我們包住的感覺。我覺得這個是你很厲害的地方。你光進歌主歌一捏不來手唱啊，就是哇，陳凱瑞唱歌進步太多了，這個。完全符合葉老師說的，講話像唱歌，唱歌像講話，你做到了，而且你還保留了那個學路強、衝客家話嘅特色以外，我覺得你進化了。然後還有一個地方，因為愛係你精神嘅天數，你這句唱得有多好，你回去看這個轉播。因為愛係你精神嘅今天我給你非常鼓勵的分數，因為一直以來我一直覺得你的咬字有問題，因為有一些咬字你真的還是要斟酌一下，因為客家咬字可能對後龍人來講它難，多念幾次，而且咬得完全，好不好？加油！好，你看一下這個分數，好來，看一下陳凱瑞嘅分數。最近你家里好像有很多不速之客，很多蟑螂，蟑螂讨厌的。对呀，看到一只就有40只。你那蟑螂是不是长得这样？姑娘，姑娘，我老师丢给我的练声的那个声阶，音阶都是一些动物的声音。动物，就是会学猫叫啊，然后学就跟着音阶，然后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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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这样子啊。我看一下陳凱瑞嘅分數。還有勇氣啊！勇氣10強確定。確定應該沒有問題了哈，至少雨欣還在你後面。對。我看下呀，新雨啊，雨欣到底是誰？羅哥。我們以後常常發王雨欣老師來好了。好啦，謝謝凱瑞。後來劉美玲帶來演好幾家。好，我要後堂了。講山下，我講情意呀，講故事，本吉他，喊吉他，太無偏，喊誰聽，來看天呀，原來講過人生係無天。
哦，哇，美玲，好好听哦。哦，很有味道哈，东园蜜豆一条狗狗，哎呀。最近你家里好像有很多不速之客哈，很多蟑螂，蟑螂讨厌你，对呀。就是之前我下班回家，然后过后我就肚子很饿，然后想说泡麦片来喝，然后我就要去洗杯子，然后那个蟑螂就出现在我的杯子里面，然后我直接看了这没食欲，我就不吃了，然后过后我就坐在那个客厅，那死了怎么办？一定要把它杀死嘛，就要去杀它的时候，它不见了，哎呦，那更可怕。对呀，然后那你整个晚上怎么办？他不见，我讲死了，今晚不用睡了，然后跟我讲算了，然后我就走进房间，它就出现在我棉被上，哇，然后讲。你放火烧了房子吗？我已经在那已经要哭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坐在客厅，我想死了怎么办？我今晚不用睡了，我这边已经在那边自己在脑补了，然后后来我就说不行，我就拿着一个棍子，因为我之前我家里的那个有一个扫把断掉，它棍子会留着，我就拿一个棍子，然后拿着那个杀虫剂呢，一边拿着这样，然后走过去用棍子这样扫那个棉被，扫，那找不到它就扫，它跑出来就跳下啊，然后就继续杀，你死这样。好，我觉得我有一点 over。你把蟑螂装在棉被上？没有，它就爬在一个角落，然后就狂喷它，然后我棉被我就拿去洗了啦。可是觉得很可怕。对，然后睡觉的时候，我的头发就弄到我就是就会被自己吓自己，很可怕。啊，那一只蟑螂后来有死掉吗？它有死掉，被我杀死。可是我家最近就很多那个小蟑螂，小的，对，小的也很烦的，看到一只就有40只了。你那蟑螂是不是长得这样？罗哥很坏，但是更坏的是我们制作人，他叫他拿来吓你的啦。你会怕吗？好了。喂，什么东西？踢远一点，丢远一点。哎，好了，他走掉了。没事哈，没事。好，还有吗？不要。哇，听一下老师讲评。哭了。他刚刚真的要哭了吧？好了，不怕。我们听思慧老师讲一下。我有感觉过这个感觉，可是自从生完小孩就再也没有了。因为要帮小孩打蟑螂，所以妈妈就不再打。等到当妈妈你就不会怕。对，好，妈妈无敌。OK， 今天来讲米玲哈，我今天其实很期待你唱歌，港式菜哈。我从一开始知道你的声音到现在，我一直都抱着很期待的心情。你每一次唱歌的时候，我很喜欢你的声线，虽然你很年轻，可是你很能够为歌曲讲故事，好，很为歌曲讲故事。你会用你自己刘美玲的样子来唱一首你喜欢的歌曲，这是我最喜欢你的地方。好，所以比较辛苦，你会比较辛苦的原因是因为这是客家歌曲比赛，客家歌曲的比赛，所以在咬字上面是你比较需要去克服的。好，需要去克服的。比如说我先针对咬字的部分，因为有一些咬字它真的必须要完整。比如说天养，你要唱到昂的声音走完，可是你只到啊，舌根的部分没有收完，所以就会比较可惜。类似像这样的字，还有副歌的时候，爱我一遍一遍然后去改，这个你都表现很好，可是被你的咬字给破功了。一边一边，它不是一篇一篇。所以就会很可惜，就被咬字给破功掉了。可是我自己在我自己的 memo 上面，我还是写着很有故事的声音，所以我会希望就是继续努力，加油，用你自己刘美玲的声音好好的表现。OK， 好 ，OK。看一下分数，看一下刘美玲的分数。哇，有没有喜极而泣？恭喜进入10强！真的对啊，其实你可以唱我的歌，你知道吗？你声音真的很高。不要，你的高音比我还高。演好自己就好。对。或者是你也可以唱一下曾雅君的歌，她有一条歌叫《喵喵给赶哭》，就是在写蟑螂求生的故事。哦，真的吗？真的。哦。但最后当然还是挂掉了，因为这是蟑螂的宿命。好像聊得有点多。OK， 好，拜。恭喜美玲，恭喜！沙好嘞，請假期待來3月嘅風。好嘞，彈過啦。3月嘅風。
息。渐入佳境哦，这个是比你还高哦，没有哈，我高一点。今天好像每练歌都没有机会了哈，没有机会，就是不是就关在房间里练，然后要么就讲会在那个啊。到处都可以练。现在好像在家里。对，现在就是因为以前会觉得自己唱的不好听，就不要出去外面伤害人家耳朵。对，但是现在就有自信了，就不管了。不管了，家人就是因为家人已经聋了，是不是？对你伤害的差不多。没有，这个意思。就现在就大家。各个场合，对，大家都习惯在浴室、在客厅，然后就会都听我唱，也可以练胆啦。其实，对，家里人都习惯，一定有个疯子在那边没练过。真的，因为我老师丢给我的练声的那个声阶、音阶都是一些动物的声音。动物，就是会学猫叫啊，猫叫，学呱呱呱也有，对，有呱呱呱呱哦，真的，还有学牛，牛可以分享一下给大家。你怎么练习的？用了练啊。猫呢？猫就跟着音阶，然后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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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啊？对，然后轻轻的吵。轻轻的吵。对。还要学狗喘气，狗喘气这我学过。对。对，就每天在家里。罗哥这有用有用吗？有。我爸爸看到我都一脸就是怎么那么可，我女儿怎么这么多动物上身了？对，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家里长辈已经习惯了，对啊，认真才有这么好的成绩呀，对吗？真的，没有啦，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没有，今天也表现得很好，对不对？对，唐一下欣赏的公平，对，抢屁欣赏。Gaki 哈，其实建议你还可以学猫头鹰。哎呦，猫头鹰是猫头鹰是被踩到脚，不好意思。因为你的喵、呱、全部都是出口音，呜是上面，呜呜呜呜，猫头鹰真的可以，因为那个呜是很好的，你那个咕妞就是这个音啊，是不是？你刚刚所有都是出口音，你没有一个 o 的音，对，所以那个呜呜呜可以。它可以让你的位置，因为根本你从亚述沟 Q，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的位置都不到。我在想，你如果降一点点 key， 不晓得会不会比较好？因为你头一句那个，你每一句的三夜该风全部都没有到今天刚才牛哥上去说渐入佳境，对，这首歌你是真的到最后才渐入佳境，很可惜，真的很可惜。但是这首歌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前面的有一些的表情，疑问的句，感佩你跟心情，你这个问句要出来，那个味道，你变成今天整首歌的感觉完全是一样的，包括连副歌的。姑娘呀，姑娘，你都没有这个感觉，你全部都是姑娘，你敢嘿，你敢信不信？4句全部一模一样。这个就是这个歌是一个非常美的歌。然后前面 A 段跟整个鼓扭后面，其实应该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情绪。你可以去练习，你握着一个麦克风，但是你不是只是唱歌而已，你甚至可以，你要设定一个目标在前面。告诉他，跟他说话，把他当成那位姑娘。所以你要设定一个目标，你才能把这个故事说出来，跟问句问出来。这是你的心情嘛，对不对？好，这个歌今天就是可惜在这个整个的味道，还有最主要是音准啊，因为你的味道不对，但是整个音准在，我觉得都还 OK。但是因为你回去听转播就知道，其实那个第一句。我都帮你好紧张，下一次练习，每一次练习，记得把猫头鹰带进去，你就可以3年就上去了。然后那个，因为喵是前面嘛，呱也是前面嘛，只有呜是在后面上面，这个也可以练。好，教大家这个，谢谢，还有哈，好懂。OK， 好了，来看一下几个分数了，好来。说着你的思念，
就看到一个玻璃熊就是一个展示柜，有手稿，上面写思念总在分手。他讲的那个手稿是你的稿吗？对。一般如果看到那个稿在那边，那真实的人物应该是不在了。你用这个大声公声音比较好听的。老二有差别的，要有差别。帮我拔一下剑。好，怎样？要插罗贝贝吗？看一下给个分数了，好，来，掐嘎给个分数。好嘞。哇！所以我觉得你可能用那的 stand 还不太习惯呢。没有，应该是自身的问题啦。是啊，对，应该是我的问题。不是 stand 的问题吗？他想要把追过来给我，没有。而且他还要带礼物，本来今天要帮我们准备礼物的，他要教我们按摩穴道呢。哦，真的啊。那现在还想教吗？下次再教，好吧？好啊 ，OK， 好，谢谢。好 ，OK， 谢谢，好，拜拜。杀了。彭思云带来思念总裁分数后。哎呦，这是有好熟悉的歌曲啊，叶老师的歌啊，可不是嘛？哎呦，好，来听听看啊。
出现，开始。哇，这个这要拜一下，拜一下。顺便一起，大家请一起。我们民歌之父，这太经典的歌了。对啊，这个当初，对啊，这我先来，跟思君聊一下。因为那种创意想法，因为从一条歌的歌都客家。对啊，一个因缘际会啦，就迄个自从这个我闭关练过，所以我朋友嘛给 line 啊，拢请动啊，我有一些同学，有人会讲啊练功练到走火入魔，所以人就安排一个小旅行，关心你，去澎湖，其实这人当然迄个轻旅行的时间，当然都笃行10村，就有人给人家。眷村就规划好了，里边有一间黑潘安邦的故居，外婆的澎湖湾，它里面的就是他这一生的所有的资料都有整理在那。我就看到一个玻璃熊，就是一个展示柜，里边有手稿，有手谱。五线谱对，然后上面写思念总在分手后，然后因为职业病，我就看着那个谱在那边试唱了嘛，我就觉得很熟，然后我就回来台湾之后，过来台湾啊，回去屏东 Lovo， 就请到大概是罗北北那个年代的那个音乐产品，音乐产物。罗北北，你是说罗北北？这位罗北北吗？我呀，罗时丰北北吗？罗北北。罗哥啦，那个时期的那个叫做 tape 那个录音带，可是我因为小时候没有特别有印象，我后来回去看，我那时候小时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张清芳、刘声一《旷野寄情》这一张专辑里，他有翻唱。我才想到说，原来是叶老师的作品，然后我就想讲，一本来一开始就。就想想讲，中文直接翻客语，但是过不去，就卡关了，我就卡关了，我就放了半年。这首歌，这件事情我就放了半年，有一半就苦偏手的时间。有刘家昌又来了，念，好像把不离开老师原创的《思念总在分手后》，我爱重新写出对小时节对我的姑姑，因为姑姑伊在什么嘢替我在外地打拼，所以每摆伊年纪让我鼓浪我让我看到每摆伊去抽火柴的时间看伊培养啊，就会酸酸的，所以我把那个小时候的那个画面重新重新再把它写成客语歌词。这首歌比较难，因为它其实是用的是冷门韵呐。它其实很文学。对，是，所以他讲的那个手稿是你的稿吗？对，应该就是澎湖那个潘安邦故居潘安邦故居重整的时候，请我提供一些资料，然后你有看到那个录影带嘛？有。一般如果看到那个稿在那边，那真实的人物应该是不在了。想不到，罗北北真实的人物要出来打罗北北了，就是要刚好要把你引出来啊！叶阿公要出来打罗北北，这首这么经典的歌，来，是给你。老师在这里没有请老师，的冲下来有没有做的？大概我们要找那个慧茹老师，慧茹老师，他要和声真的，慧茹老师来了。对不起你他刚刚有穿高跟鞋，我说那排不到没有关系。来，必欣赏来。其实老师们都会唱的，都会唱，所以全部要下来是不是？怎么好？来，顺便考一下他们。现在才讲，我们现在才讲。对啊，老师你看，前面来，老师有抢。前面原汁原味，我们先让这个叶老师好不好？我们重温一下，我们那种小时候。潇洒的挥一袖，却拂不去长夜争宠的影子。
随雨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想要将你的身影缠绵入诗，诗句却成酸苦的酒汁，爱永恒的冥想牵肠几世，因为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重温大学城的时候，哇，时代经典厉害。他下写的不错，不错啦，自己写的是。思源哦，他真的很用心在唱这首歌。不过我给他的分数不高，你没有不，因为创作不算是打分数的这个演出嘛，是不是最主要？俩是比赛嘛，对不对？啊，然后呢，思源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俺感觉。给轻中型，可是我们讲，俩比赛要淘汰赛要讲究细节，所以俺就亲自写给他啊，从俺国家我就自然有我自己的感觉嘛，俺感不讲，思念总在分手是一种过去很自然的感觉，可是思源他唱歌太有技巧了，OK， 没讲给不好啦，我都觉得他还是在其实中上以上了，如果可是多了一点，很难让我给他一个。很高的分数，那不是对他模糊，比较没有文青感，没有那种，就是对，罗哥讲是不是？想太多，太用心了啦，就是用心过度了。对，过度了也不好。你既然是要讲评，我就希望说给他一个比较中立，因为太用心了，在这一班的学生里面，他是算太用心了，用心过度，然后本身条件又好，对，所以我希望你要放开平常心来唱歌，因为来比赛，你已经太比赛了，太表演了，对，就是没有那个让人家感觉就是出来，我跟你马上心贴心，对，对着摄影机是将功发，把心情要讲出来。好，谢谢我们春节特别节目，谢谢大家，对，好啊，现在麻烦老师回座，评审都不想回去了，大家看看，打分数了，对，快要两个分数了，彭思源的分数，我要还出来啦，谢谢。如果你没有想那么多的话，可能分数很高，对吧？哈，他唱太美了啦。就是我们那种美声唱法习惯了，你要把它当想要潇洒地挥一挥。那可能是我这样就是错误的，知道吗？不要像这样子。想要潇洒地挥一挥衣袖。这样断句太多也不行。也不行啊，不行。算了啊，谢谢。是不是断句太多？Sorry， 李浩神，李浩神啊，李浩神，待会你讲讲。哎呦，好，这月光族的来。故事嘅幽暗树下用下条公公，
天丘地摆掌声的阵的，爱人强下迷幻的，为了马家爱离开，摇摆单纯的世界，上呀痛呀，夜公公烧菜郎，两个故事爱已经。从西塘多彩，对头白的流沙来，夜公公烧菜郎，根本你爱未变那模样。在夜公台下，讲古的路名家。我嘅无下酒，千百条故事嘅永远树下强下吊公公。天丘地摆掌声嘅阵，爱人强下迷幻的，为了马家爱离开，摇摆单纯嘅世界，上呀痛呀。夜公公烧菜郎，两个故事爱已经从西塘多彩，对头白的流沙来。夜公公烧菜郎，根本你爱会变那模样。在夜公台下，讲古的路名家。你有意思哦哈，要加上这个大声公，大声公，青蒿堂跟大声公的嗓音，对啊，有点那种 mono 的感觉，我也很喜欢时代的那个声音。所以你刚刚应该整首就用这个就好了。不行啊，跟就不一样，这样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就觉得太刺耳，一吸吸的就好了。是吗？嗯，我觉得它要有那个时空变换的感觉。你懂我，懂了哈。是啊，但我觉得吃个豆腐，我觉得你用这个大声公声音比较好听呢。老二有差别，要有差别。帮我拔一下剑。好，怎样？要插罗贝贝吗？这不能叫贝贝。这个加上去，真的声音好好听呢。对啊。你来唱一下你的歌好吧？用哑。我帮你按哪里？哪一个啊？没有，他已经开着了，他开着了。巴啦啦巴巴。离开世界老佛掉贴，有没有觉得很熟？好听呢。哦，没有，因为我们把灯关上，前面就是这样用的。是啊，我还以为你刚刚唱。嘿嘿嘿嘿，巴啦巴巴，啦啦啦啦啦啦。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很好听。我老公讲用俩吼就会有后运气，因为我2015年用这个，然后我就拿头奖了。就金曲奖就是你？不是，我金曲奖是去年罗哥2019。是啊。好，然后呢？没有然后了。用这个是拿什么奖？就是那个曹克月。仅此一届。是哦。哇，对，那你今天应该分数不错啊。我不敢讲。先听老师讲一下，讲公平一下。你不讲，老师讲好了。对呀。是非欣赏。好，其实浩辰，我觉得你今天的创意很好，然后你的氛围也抓得很棒。就是说，其实我对你唱歌的方式，没系同样就是很多的期待，很多的盼望。不过就会讲，我觉得你的铺陈上面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我一直对你在主歌的部分的处理，我觉得是看有没有机会还可以再多一点调整。好，因为低压在提缝啊，吃到虽然讲主歌的铺陈本来它就没有太多的情绪，你的情绪是有，可是经常都会因为你的共鸣位置掌握不好。所以变成说，你偷偷咱那唔听，爱行那一条路。如果你想要有一点点的一个变化，可是因为你的声音在这个主歌的部分的处理上面，我总会觉得就少了那么多的一点点的，希望能够听到你在说的内容的一个厚度。可是因为在这个共鸣上面，就会显得比较吃力一点。可是我要讲的是，我要讲的是整个铺陈我喜欢的，整个导钢音，副歌的部分的变化，其实我是喜欢的。除非在主歌的部分，我总觉得你的音色总是不稳定，所以可能这个应该是跟你在处理主歌的部分的情绪，就是我要声音的稳定度在哪一个地方，你哪一个地方而稳住这个声音的位置，你还在摸索，这个可能要注意。好 ，OK， Anzi say。好，来，看第二个分数。看下李浩成嘅分数。山高川川。坦白摸了之后，他太大了，以為你哋有研頭先睇。唔做係怪，唔做你怪摸嘅，你怪唔知個頭咯，頭眼睇。李浩成嘅盤數，哇哦，哇哦，哦，哇，原來啲時間都已經升分呢？為什麼？是不是按錯？對。其實我跟蘇老師想法比較不一樣，因為浩成我特別彈佢唱歌，我會想佢過去幾擺比賽，你攏佢講嘅缺點有準備好嘛，有改進嘛。這邊我吃到我倒不是因為他副歌本來就表現得非常好了，我覺得很棒。因為他的落差在於，其實要用那個聲音唱歌，那個你就知道真音跟透過那個擴音器的聲音是不一樣的。那他必須要在很短時間準備之外，他必須要很定。那對我來講，其實給他助攻。給唱呢，我跟蘇老師想法不一樣，他比過去唱的都好，所以我今天給你這個分數是鼓勵你，你真嘅有啲咧比賽底部度彈喺你 CV 欣賞，然後欣賞本你的建議，你真嘅有啲改。我剛剛跟老師對看一眼，我也不知道他給的滿分，因為我覺得我還要拿這分數鼓勵你，我希望可以給你很多信心，還有不有懂得 CV 比賽，你把持住，好不好？加油！好。好 ，OK， 好，那這就是你的幸運物啊！真的，好了，恭喜你！你要帶蟑螂，帶蟑螂，這樣就可以唱高音了，是不是？我再去做，看有沒有找大隻一點的蟑螂，給你掛的。三葉蟲，還有遙控器的，真的，對，這麼大一。你有必要出這種主意嗎？我下次買給你。好，你買，我再付錢給你。好，謝謝嘉姐，謝謝。哎呦，又到陳同學10強嘅比賽哈。誒，天一禮拜咧。你講嗰個做2禮拜安尼下來哈，哇有兩味，非常傑出咧哈。奇怪，我吃到心肝酸酸的。酸酸哈，個加個。就大邊研究當中黏土酸，一下就冇咧。一下就變變態咧，所以比賽都係運氣啊。運氣咩係？唔看佢量咧。假期同嘅呢自家，你看迄龜桿橋呢？係冇錯嘅。龜桿橋一叫到黏土嘅時間，哇！按叫到邊，連10強都冇辦法進入。冇錯，獻狗也沒輕重。輕重要嘅，所以根本呢，安尼傳統組啊，還有5 V 嘅，還有5 V，所以上禮拜6 V 改了12 V 嘛。12 V，我覺得意思。哦，覺得意思。上禮拜突然風，哈，亞季90分，90分，哈。一禮拜也就是穩穩的衝，穩衝就好咧。超過90分應該就冇問題，10強以內，嚇，超過90分就好，好嘛？嚇，加油嚇，好的，那今個進行比賽，介紹評審先生。好，李秋霞先生，湯永慶先生。
罗莹莹先生、曾明珠先生。好嘞啊，要欣赏介绍的呢，哈，俺来唱一下曾明珠先生。嘿，先生，你们做到按讲，就要来唱歌，本太这个堂。对，给他唱一条后堂的歌的哈。来，大家吟诵一下。唱过来。哎，民族先生讲真的，你要出土非常的久的时间哦。你到10岁就开始出来唱啊？国民学校啊？啊？国民学校国小。国小。係啊。蛮印度的你唱诶。阿姨。阿姨啊。阿姨以前係台視嘅嗰種唱英文歌嘅經理。經理啊。群星會時代。係，伊做佢係老陽光。嗰種合唱團唱下。哦，陽光合唱就是吳勝志老師，嘿。哦，所以嗰樣是冇
进一般的群星会时代。无佢讲，这位老师讲係福神啊，哈，所以可能電視台會佢聽呢集電視台是中視，用都是基本的歌聲，加上係空氣也是有子琴嘛。子琴，對，那當到啊，我講梗係係陳英傑嘅樣式應該差唔多哦，陳英傑他做。因為我聲音嘛，因為剛剛我聲音啊，佢唱情人橋嘅時節。啊，未哦。係啊，佢講我想好定係冇學神啊，喺學神嗰邊紫珠。真明珠啊，直接紫珠啊，你啊。我見學生咗嘛紫韻啊，就用一張名嘅詩就出嚟。嗰個紅嘅紫珠，然後出嚟用哎呀，怎麼紅啊？紫明珠。唔會啦，逢有逢嘅樣嘅啊，但是包袱負擔。唔啲客家嘅咩貢獻難睇啊？冇配到嘅，咁係因為家老公嗬，講用喜歡唱客家歌，所以呢我樣聽佢學，我都4年過開始學嘅。真係佢同係共樣啊！寫唱到哦，當日你都14年，真啊真是戀哦。咁我寫專門唱黃梅調嘅歌曲，交到啦，有啊，專門唱嘅紫薇老師嘛，專門搞安尼小調歌曲啊。所以你看啲客家嘅貢獻安泰，唔家客家條歌係七家嘅嘛。盲發表哦，我係盲去編曲啊，哈，我寫好14條歌咧，哈，但是亞數歌係我寫來創作嘅歌詞，哈，係我唱會了嘅啦，會了嘅，我攞心無掛愛，心無掛愛，心無掛愛，應該是用會了嘅樣，會了嘅我係弄唱瓦路子嘅。瓦路子，華爾茲的，所以還忙編曲編好，還忙，編曲編好是這種唱本台。希望製作人有本來機會好，有，反正呈現本台㗎。反正安尼節目有時是要跳場，所以貼時間嘛。好，冇禮貌誒，唔怕啦。工作人員要交代我講，我們客家是尊佛，你在那邊。製作人有求講，唱跳本來唱啦，永遠。這有唱到人家的欣賞嚟唱嘅真係，我當年冇唱嚟呢，我最少有3年冇唱。哎呦，真係啊！希望後尾我新嘅專輯係出來嘅時節，太子講多人嚟唱啊，錯播，我唔會過年啊。係啦，唔會啊。好啦，阿志姐啦，形象啊。對啊，今日大學按好嘅示範啊，係啊，嗬，安尼。唔係隻機會。冇啦，唱了係苦情調嘅。苦情調，剛剛去唱到立秋下欣賞用咪頭啊，用情途自由來了。其實太子家都會唱啊，只是冇安尼機會啦。是想改變一下冇腔調。哦，這個。安尼做麻煩了，係啊，坐到尾嘅當行咯，好好嘅評價啊，對咯，太子家加油哦！大家看到安好示範啦，哈，安子姐，大家謝謝紫珠老師。好嚟，進行比賽啦，哈，先講一下規則啦，嚟，哈，嚟。求下先生。好嘞，甲唐到安尼紫珠老師哈，從個講國語，睇個輕鬆嘅哈。不過今日就你也是就會緊張嘅，哈哈哈，10強比賽喎。係啊，緊張又緊張啊！按照扮演哈，將你嘅最好嘅呈現出嚟，記得歌詞唔記得，冇跌破感情哈，詮釋出來啊，表情你啊同你有分數啊哈，家看到大家坐到個當緊張，唔是緊張啊，唔點咩講10月3國體嘅時從到5-3嘛，坐到你啊家後台講，大家按到穩穩的唱就好咧，和平相處哦。我加油講，看馬上最尾喺國體啦，我就來收拾，叫佢和平相處啦。啊，加油哦！好，真的，要穩穩的唱，真的超過90分鐘咧，好唔好？拜託。冇咁難。好 ，OK，唔使緊張，好嚟 ，TV 有請嘅。吳以真帶來3個字，彈好啦。
好了，系啊，这好，有没有你冠军歌手啦？哈，系啊，真好，你好，上千球呀，观众朋友大家好，对，今日要介绍乜嘅东西啊？介绍我嘅素衣，素衣哦，也系我忙来比赛噶，我科技成分啦，因为有接天蛋，真的啊，系，也做我以前接嘅天蛋。我记得之前有参加比啊，几下摆嘛。错。咩要去介绍其他素衣。嗰個有創意嘅環保嘅東西。係啊。上擺係用咖啡袋有嘛？咖啡袋。布袋啊。係布袋。種嘅咖啡體味，咖啡體味啦。係體味用尖橋嘅咩？用布袋裝入來。上擺有介紹。係嗰啲環保嘅一種啊。環保一種。但係。做一般的嘿，筆袋呢？筆袋咩做得做很可愛，眉筆啦，咩做得化妝的包包。哦，所以也有量產嗎？還是有還有接天蛋。天唔真做安尼啊？係啊。完全手工。全部手工。全部手工。手工哦。那啲苗路當行也係一般啲朋友介紹嘅。朋友介紹。像安尼嘅節目啊，係講哎呦嘅。那不海選卡有冇？送禮物咧咩做得搶來做？做得咯，真的哦。哦，那有算較便宜嗎？有啦，有啊，冇問題，就穿工錢就好啦。一張差不多能賣多少？你喺老闆嘅廠員咧，文具行，文具行有賣到200-300塊啦。哦，真的啊？真的哦，有哦，你有防水。哦，真的哦。布料係防水。賣200-300塊啊？係啊。哦，還是假幣唔知影美價。真的。啊，也唔安尼賣咧。更唔賣，我今日冇賣，我今日送俾觀眾朋友，我要帶動到來。哎呦，觀眾朋友，很輕鬆的嘛，天生嘅錢呢？唔帶多隻，幾十隻。哦，幾十隻，那我們有沒有什麼題目啊？哈，這個觀眾朋友嗰個是，係啊，大家做啲想一下，望下做啲出一隻題目安尼好了。好啊，咩做啲公布嘅你嘅免俗當紅嘅官民當紅，係啊，我出題目都是安尼製作單位上出啲題目，好，幫大家團，好，團多人，大家就機會。得到呀，包包，嘿，冇錯，安尼衝出嚟咯，來，要介紹安好嘅才藝，來，唐先生嚟講，好，請邱下先生。今日以前吼，熱創嘅咧稿子吼，咧輔導是做咧以後，韻腳還有做好，唔過我知道創散稿子吼，希望講能夠寫稿子，因為你聽佢睇講愛到嘅時啦，愛係咪的音，才你的創啊比較就會係實力，因為你要調上去。吊上去是感覺就會比較很硬掉嘅啦，獻果子哈白記得哈，還有種油煲哈，種油煲了是人家有帶潤的嘛，你會感覺你多少可能也會後潤嘅多少會做出來，唔過基本咧，你幾首歌咧，你唱到潤腳清哈，所以咧，缺點一本嘅優點怪過去，希望你還會唱過一次嘅獻果子，非常重要喎。好，謝謝，好，看一下幾個分數，好嘛？擬整嘅分數。60呢，冇問題嘅，過關嘅。謝謝啦哈，容易哦，回做休息哈，謝謝。非常之過關。好，好，三來，馬上面帶來羅山歌。好嘞，彈開啦。山歌潺潺。
买吹嘛。好啊，好呀，也买毛的。韩白摸的做他太当掉的做的嘛，因为我们都有点跳青苔。唔做怪，唔做你怪摸的，你怪你即刻跳咯，跳眼胎，你怪摸的。很厉害咧，自家做的咧。用特别的吹烟吹法都暗火哈，你看家己有没有做这个做包包？那么你用环保的呢？环保的这样，可是有限时间加咁做。饮料喝太多了吧？对啊。我哪里啊？就该串烫一下，抢一下就么？串嚟该嘿，就拿来做。本身係可以串烫啊？沒有啦，本煙搶係是啊。哦，本煙搶，你就同他咁摸你摸，摸你摸。我是我帶走啊，我打包啊，冇啦，那幾張是做得咧。幾張做得，像係做一檔摸喺度，你係8張，你係5張，你青豆，对，大家看清楚哦。看清楚。它就是一般的纯吃茶嘅铝箔包。没错。也應該太乾的嗰種啊，係嘛？對對對。有一檔非常適合婦女朋友來戴，蔓越莓的。對。對啊。因為我很厲害，因為有一種創意啊。是前幾年啊，我都該沙氣啊，就搶該線上來搞咧啊，環保帽，對。哦，真的是。沙氣耶。就廢物利用都超嘅。垃圾變黃金。真的。你自己會用帶出門嗎？旅行的時候會，旅行的時候就是試一下，試一下。所以你平常也會帶這個出去，是吧？沒有啦，沒有啦，就旅行偶爾會帶。注意了時間。對。因為我覺得這個因為冇看過你一隻環保帽。對啊。真的冇看過。要帶出去，很炫呢，真的啊。真的。我覺得還不錯。獨一無二。獨一無二啊！哎呦。用到。有純手工。是，這真的還不錯，還不錯，好棒哦！係啊，是嗎？多多介紹下嚟，俾大家睇下嚟，嗬。係啊。嚟，安尼嚟聽一下欣賞講評，嚟請高總欣賞。Max 因為創業嘅羅山歌嗬，喺度講青菜，菜嗬，菜就係穩啊，創落去穩。佢唔單止創穩，佢創處理來，本人糖度嘅羅山歌唔會安尼板板嘅感覺。唔會板板嘅感覺啦，就講創起來係喺有嘅生命，有嘅特色。唔會死板板嘅。唔會死板板，唔會板板嗬。因為唔會板板嘅理由就因為佢嘅韻嗬有強度，將佢山歌傳唱嘅唱嘅韻強來，韻腳強來前河。山歌傳唱，不過我有兩隻部門啊，建議佢嚇。幾個好，佢蔡明健嗰隻健師嘅也個那個透明嘅韻嗬，無墨嘅青春。喺咪播出嚟時候，你自家去聽看啦嚇。留嗰隻留後台嗰隻台詞，咩有一些人嘅問題，唔過留後台嗰隻台詞處理嚟卡有卡順。蔡明健嗰隻件事，強嘢嚟愛變這樣嘅，不離嗰句係你創進來，係創到邊聽到做得啦，好，有糾正啦，有糾正啦，好，羅祖賢嗰隻顯示填了以後，我可能填長長到數米嘅時間，有一些些嘅冇拉足嘅嗰樣嘅感覺，其他冇乜嘅好寫，加油！好，謝謝校長。我覺得可以睇下個分數啦，啊，睇下麥全美嘅分數。是嗎先生？我唔使彈強哦。係啊，要95分，連續2位95分，恭喜啊！恭喜啊！好，按要才要按會唱歌嘅，因為呢個好唱歌本人就多嘅。呢個好，恭喜！謝謝。好了，沙下的入面不得了啊！不得了，林怡健帶來3個字。嚟，彈開啦！
台心相连哦。祖宗天哦地呀，做得到买呐，好了来那梦啊，应该祖宗言哦。要会自信的哈。哎，你泰国好，哎，看我拿这个。祖宗言咯，哎啦，我创造也还有技术的。对对对对，较无恐慌的，我咱装恐慌啊，四班班通常我成技术，对对对，用到强调啦，哎呦，运命要冲出来啊！万一个强调按多，我走我变走，我即讲不来走。你真啊？哎呦，其他人创我都懵咁样啊，懵啊！我话经验呢呐。对对对，我样样到哈。其實我音咧，我是講音。我唔識咁記得。係啊。呀，乜嘅東西咧？誒，你係東西哦，很多我哋要學嘅，頭先就講係學嘅原始點。係原始。也是個係設計嚟包容用嘅東西啊。哎呦。哦，你係難咧下，係嚟表演下做下動作嘅。從日日拖步。一拖步，你看也講緊也會，哦，那按表呢，然後也用咗手勢，哦，你坐呢也做得，看電視也做得，你要做嘛東閒子啦，做得後背可以哈，夾喺後背啊，唔看後背啊，有，後背也見到，係，哦，也見到按，哦，有啊，也按夾非常基本，非常強壯，你那東西是也見到表面上，就夾咁見啲咯。做得啦，日背囊咪做得啦。我講我哋一作一道審，將日背囊咪做得按夾啊呀。有時啦來頭前來按夾。哦，其實我講你都腰部嚟做得，都腰部是按樣曬下來，哦，也按樣，哦，也按樣夾。哦，夾前來呢，係，啊前面夾得得嘛？前面冇動作夾。冇兩樣嘛，冇動作夾。都市啊，都市俾做夾。都市做得按樣。是愛弄挪啊，唔係愛弄咁容易啦。所以一種東西，一係這個方面咧。唔係，也係係有原始點師兄佢研究出來。哦，也仲係攻擊，還有也仲係是也同樣也做嚟哦，做人將係原始點頭部將也耳孔也係同樣係。從人耳孔要啊，掂落去，然後挪佢地部嘅肩頭，按彎數，還個也對過來也整骨下背，按到頭部原始點。哦，叫侬擘個血。係。哦，叫我加幾張點。挨到冇按到馬線，按到也係頭部原始點。哦，幾個原始點有上網做的查，但原始點原始點其實會出來。其實將也怎麼教人，挨到怎麼教人啊？另外咧，有啲學咗怎麼教人，將也挪咗啊。哦，頭部挪啊，一條那痛還是會改嘅。會改善啦，會改善也做一間，兩做一間嚟啦，兩做先啦，從也種喺東西哦，也喺東西也真好用，也做得弄樹，從也樹，對，終於嗰個日本便利按摩有冇？兼腳嘅叫咩？係啊，叫咩係腳底按摩用呀，條擺嗌千人望每度去唱歌嗬，喺呢邊腳底按摩見那個工具去買嚟呢，哎呦，跟買到嘰哩㗎啦，當奇怪見，就是買到個見，佢條講每度去唱歌係咪？一禮拜上次比按腳底按摩2擺，你而家要結痛啊？哎呦！
唐人讲公生嘅安通是種安通哎呦，比你安冇。安會到唱歌原來，原來呢邊嗰種係啊，厲害。就按用嚇。係啊，哎呦，唐先生公平啊，上帥啊，我等下聽聽嘛。對，唐公平，來，強英先生。因為林太哥從三個字，其實講實在話，你從安陽興嘅強人啊，吼，冇好嘛嘅險嘅，真緊。你啊三個吼，咪係上是愛看人從啊吼，雖然你嘅上係合啱，介你嘅特色，從安陽興嘅強人就真緊，非常嘅聲音，吼，所以你比從嘅你嘅歌詞啊好啊，強人啊好，非常嘅好。比如講你嘅第三季吼，注重天梯，你片你從出來就當好堂，吼，當有特色。他們講呢係講做得讓你討論一下，比如講天師。好，天哦，是啊，好，兩隻詞吼，做啲討論一下吼。香港提示佢唔好，好，兩篇嘅響腔可能唔好，係冇按準確，好，藝術感覺兩隻位數可能做啲留佢唱到喊下半音，感覺到自然嚇，其他非常嘅好，沈夢英。先生。好，易金先生吼，今日創了老強的啦吼，老強的三個字，基本上的家教啊吼，全部創到一順創啦，太上西上吼，樣硬全部這都一好，只有個上個奧秘將來嘅鐵突到安樣嘅，點聽啦嚇，好較熟掉，再個加強。再來加油，好嘛？好，來，我精神來了哈。精神來了哈。看一下分數。看一下李健嘅分數。聽講最近咧主持天台節目係嘛？忙喲。啊？都該企劃。那就天台。我到新客家廣播電台。做乜會搶你呢？我都該上班千多年了呀。哎呀，真的呀？看一下分數。看一下李健嘅分數。家中真的是文艺哦。好，这是恭喜，先獎勵一下哈。好來，沙來。沙來，陳建基帶來平板。好嘞，彈過啦。你好，記啊，就全部要帶家伙來，要帶乜嘅東西？帶乜東西啊？我推轉嘅時節哈。推轉。推轉，係學生嘅時節。哦。都有嘅
校园民歌有冇？歌咏词，流行嘅吉他嘅自弹自唱，那就老女學，學嘅係吉他嘅自彈自唱。歌咏詞挺流行啦，校園民歌嘅多數。所以歌咏詞也有雙語舞台當表演都出來啊！相片拿出來，我一分到咧。有啦。還有3個時間。這是真的有練還是擺樣子？有啊，有練。我記得哈，記得有一擺一家就線上嘅嘛哈，有來嘅學過帶幾隻嘅歌數來係，有分批個學教嘅人哈，嚟表演嘅，有上台用數歌。歌咏詞，你記得唱乜歌啊？唱嘅歇業好像機場嘅樣子，一首歇業有機場，遠處傳來陣陣吹出的聲音，我只聽到彼此無言的嘆息，是我沉重的心靈，不願帶走，卻也回不去。梆梆，哎呀，好像走錯棚了呢。哎呦，哇，這回到那個年代。係啊係啊。所以你跟楊子上台表演就表演機場嘅各位。有上嘅皮衣。真的哈，來，唐亞欣賞公平。哦，當然會咯，就要欣賞。你粵曲山歌家你始終我成日當家你唱粵曲山歌歌體啦，幫你如果唱到轉來，我就記得了哈，咬字非常重要哈，我希望大家哈，在這舞台上哈，你慢慢的進步，啊，就將你的能量飆出來，加油！好，先生，先生。好，這邊全台歌唱嘅平板哦，其實安陽興嘅腔潤安陽興唱起來吼，咪冇簡單，韓國你係彈起來幾首歌曲當順暢，毋過係講做得本意建議吼，就係譬如講呢個天意記、記錢吼，呢個記唱下腳，錯冇？所以你才唱一些，你係加錢嘅時間吼，你係偏你哋個等嘅些個戲做得撈起來到喊下自然啲，吼彈起來就會本意有輕鬆嘅感覺。好，韓國提示記樹田樹了來形容，好樹田好呢一片樹木嘅時間，就個撈去變下自然的，好上韻彈起來，你彈起來就會喊下聲音，好本嘅建議，其他非常嘅好，是冇呢？好，看一下幾個分數啦，看一下前幾個分數。點會係準？傻逼哦！66分。好多年翻翻過，他們衝嘅那個分數全部拿到很高，真係厲害。係啊，佩服。什麼主持人？哎呀，好，嚟要怎麼玩啊？係啊，好，先在邊當中。冇問題，恭喜你，恭喜你。拿着你自己嘅相片啊，怪怪嘅，還300咧，有些奇怪啊。好啦，殺下來。好，殺下來。黃顯華帶來廬山歌。我嚟彈噶啦。
无奈何啦。林大哥哈，唐公最近咧主持天台节目係嘛？忙有啊，都該企劃。企劃，批發啦，哦，批發，企劃中，企劃中是已經有打算去主持節目。有。哦，那一隻天台。我到新客家廣播天台。新客家屯也咁。拖延夢夢，有聯播，講下。哦，講下做咩105.9。還有嘅報道。哦，按年嗰個93.5。做桃竹苗地區上堂嘅多，全省全國都堂喺度，有聯播嘅，有聯播係。哦，做乜會搶伊呢？我都喺上班千多年嚟啊！哎呀，係啊，真係啊！所以佢冇讀到，冇，係做唔上亞班。哦，本身喺啲做行政嘅工作嘅，做行政嘅。哦，所以哎呀，做耳濡目染，看去注意。係啊，我看吉娜都做主持嘅啊，吉娜都做廣播嘅，我想講戀愛都做得做，唔係做得做。咩啊？係處理好啦。分享。對，活到老學到老啊！對，什麼事情有夢想就可以做一下。廣播清神氣。我真係我學生個咩要10個年嚟啊！我90年就好厲害啊！咁所以嚟上因為10個年嚇，啊想留也都學生個嘅經驗啊，嚟留嘅聽眾朋友嚟分享，要晚嚟學生個，孫生嚟傳播也客家文化。對。哦，安尼當好啊！真好啊！做節目底部都會唱歌呀。哎呦！哎，我還會唱劉先生啦，歌手啊，當真。來按現場。係啊，按多現場嘅都是做。最唱的歌手音樂都有唱一點，價錢講好就做的。準備1禮拜一拜，你當日哦，可能都做唔落。都是他個期待啦哈，我們拭目以待哈，拭而以待。對，因為電台嘛，對，會用糖嘅，有地利之變啊。真啊！好，我哋裝對唐先生嚟講評，好嘛？好，來唱高中先生。好，王先生創也山歌嗬，佢啲一個優點，一個聲音嗬，本來音色就以後，過幾下控制了以後，佢唱山歌嘅方式咯，同普通人唱山歌較無共樣。一般人唱山歌，佢就比較較自然嘅唱法。佢個唱法係有幾多少有做過，就像唱人唱美聲唱法樣嘅，因為當認真嘅去將佢所有嘅每一隻詩每一隻音，佢都用去做過嘅，邱玉蘭先生用啊，佢有做過，但是佢也唔係親講唱也個那個唱迷上嘅方式，迷上唔係，佢係用半自然嘅方式，唔過佢係有做過嘅聲。你係佢咧當特點嘅素材，佢規下嘅一個落山歌嘅唱法，佢係咧有以正常。照人嘅傳統嘅個方式去處理，但是有幾隻嘅東西，我都掠到來建議下。佢個風流字也兩隻是流字，也兩隻是佢係呢，佢冇唱好勢，也係佢比較較弱點嘅素材。命帶頭髮也是隻是咪咁樣？唔係唱來親嘅，其他太快嚟講也係順嘅。做得佢也按照這是嘅較有注意的話，應該就唔係太問題。那我自己發言啦嗬，唔啲因為佢做嘅關係啊，嘛嘅，要播出來注意聽，搬家錯嘅就是然後唱山歌嘅就山詩，係去小可以注意啊。應該唔係講開放嘅呀，應該講私人嘅呀。一般，我睇啲講開放較多。講開放較多。
好啊，稍可以注意哈。好，加油！什么先生？强追先生。养在头发都买得冲，吼，哎呀，我较脏。新发先生，吼，创了乐山歌，10分小心，吼。高中的意思係咁樣嘅，因為唔聽小心、聽注意咧，所以人會一隻事熬到當中咁樣嘅。其實做得這個比較輕鬆啲位，識個，吼，比較輕鬆啲位，咁樣嘅話，我相信會加添嘅分數更加好，咁樣嘅吼。因為到底下來咧，太極家都全部歸冠軍啊，3名次過來嘅嘛，所以呢，只能靠試驗，在。仰戴頭髮，無奈有啊個字嘛，這個重加一點點嘅，重上一咩無奈何，吼，這個重上無奈何呐，啊，唔更加完美，吼，存喺無乜嘅缺點啦。好，這個不用啊輕鬆啲喂。什麼先生？好，加油。好，先生。好嚟，看一下價嘅分數。好，看一下馮顯價嘅分數。好，冇問題。冇問題咧，恭喜，加油加油啊！嚟，回個休息，阿姐哈。好唱歌嘅朋友，加嚟報名哦！打電話09666766，還有傳真電話0227478131。好，等大家嚟報名哈。好，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送上迎愛呢，係咪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阿謝謝，辛苦咧！恭喜陳隊長，繼續加油！是孟小強老師，還有樂隊老師，辛苦了，謝謝老師。還有工作同仁們，大家非常的辛苦啊！謝謝大家。下禮拜我唔記得一條準時收看呢。農業大擂台，農業共下來，各位拜拜。
拥有。从此三个那一道上啊家乡，那爱哟爱一道老阿妹啊来。哎呦哎呦，天爱落。